哋加拿大青年領袖中心咧，就係邀請咧基督教正生書院嘅12位學生同埋教職員過嚟咧，係做一個叫做加拿大青年無毒品計劃嘅文化交流嘅分享嘅。Some of them, the permit is directly allowed from the Ottawa. You know, the special arrangement on all this, and als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all the Canadians and to provide us this opportunity to visit the organization and come to Canada. Thank you. 各位觀眾，你哋好，歡迎收睇5月21號嘅新聞報導。一班曾經喺香港犯過事、吸過毒嘅青少年，喺本地嘅青少年機構安排下，嚟到溫哥華參觀一啲青少年服務機構同埋戒毒中心，並進行交流。王如同佢哋傾過。嚟自香港正生書院嘅10名學生，佢哋都有案底、吸過毒，而家已經改過自新。本地嘅加拿大青年領袖中心見到該書院成功改變呢啲青少年嘅生命之後，決定安排呢啲好難獲得外國簽證嘅青少年嚟到北美進行交流之旅。佢哋今朝就嚟到溫市中心東區嘅一間原住民青少年服務機構，同嗰度嘅工作人員分享佢哋嘅經歷。I'm 17 years old. Before I have fighting and taking drugs. Because I go to Chengsan is in February. I am 20 years old. Before I have I taking drugs, ketamine, cocaine. 呢啲曾經犯錯嘅青少年表示，非常珍惜呢次寶貴嘅機會。如果以我哋以前可能犯過事啊、吸過毒咁嘅青少年咧，咁睇翻其實呢個世界其實好大嘅，係睇到好多青少年或者自己經歷過嘅時候，可能有啲生命上面嘅鼓勵可以鼓勵翻佢哋啦。之後，由本地嘅社區工作人員帶佢哋行經溫市嘅毒品注射屋，以及到皇家騎警總部參觀。佢哋聽日仲會同本地一批家長就青少年同毒品問題交換意見。咁其實主要點解會邀請正生書院嘅一班學生嚟到呢？咁我係因為我就自己睇到就有兩樣嘢。第一就係呢班學生佢個書院嘅教學方式就好特別。咁我哋溫哥華係未有嘅，因為佢哋係除咗接受正規教育，因為佢哋係呢個書院係全東南亞係第一間係帶有戒毒治療、正規教育同埋技術培訓嘅一間書院。咁係即係話一個全人教育，唔返學就返工，咁佢哋又要返工又要返學，咁就係一個係俾到佢哋除咗喺書院裏面係嗰2年嘅接受教育之外咧，咁其實係咧有一個技術培訓，等到佢出到嚟咧社會裏面咧，佢盡快可以自己有呢個技術嘅能力去融入翻社會上面。新時代電視記者黃如報導。